个前行普贤上师言教这本书呢，就是有前善意、中善意、后善意这3种善意当中呢，就是已经圆满了前善意方面的讲解。那么前善意现在呢，就是在中善意的正在讲这个书本的内容的这个阶段。那么书本内容来说，也是共同外前行，它也是有分好几段的，然后就是不共内前行也是有分好几段。那么最后也是圆满往生法，就是破瓦法等这样就整个的就是圆满的书本的内容。那但是现在呢，我们就是在有这个不共内前行当中的呢，就是在将那个发菩提心这方面，就是不共内前行当中就是有皈依跟发心，然后就是在念诵金刚萨埵的观修金刚萨埵的方法，还有呢就是从门扎狗萨利机制质量方式，然后上师瑜伽等这些的过程当中呢，今天就是有我们以上圆满了皈依的方面的这个讲解，然后现在呢就是在发心方面的后面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有六度波罗蜜的学修方面的一些课程，那就是以上也圆满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那么现在呢就是在禅定，那么今天开始就是从禅定开始要讲解，对吧？对。所以呢大家就是要自己的书本是201页是吧？对。从201页开始看然后第5在那个禅定组方面。那么这个前面呢，我们就是以往一样，就是我们每次在讲课之前呢，就是必须得要圆满的部分来说的话，就是要把菩提心的部分，要知道六道中的所有一切众生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一切的众生，都是在此时此刻也是有非常严重的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众生，也可以说是六道的轮回当中，就是地狱中的众生、恶鬼的众生、畜生道的众生、人类的众生等等六道中的所有的众生。那么六道当中贪界是最好的一个道的一个世界，但也是一样的，很多的众生在此时此刻也是正在痛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六道中的所有的这些痛苦的众生，都是曾经做过我们自己的父母亲。所以我们对为这些所有的父母亲，就是一定要为他们从六道轮回当中要解脱出去，让他们圆满获得正等觉佛的果位，以这样的发心，前面有这样的一个发心的基础下，我们就是要开始听怎么说呢，那个课程的那个内容第5是禅定度。禅定度的部分来说的话，也是分2，禅定度的必要跟真实禅定。然后第1呢，就是禅定之必要，如果没有舍弃一切嘈杂散乱而一直寂静图，则相续不能升起禅定。所以首先舍弃散乱十分重要。我们应当思维，凡是聚集皆是离别的本性，如父母、兄弟、夫妻、亲友，甚至是具身于身体的骨肉，也终将各自分离。既然如此，那么我们贪着无常的亲友有何用呢？思维至后应当恒时独自精进修。如日巴西瓦尔大师说，独自一人修佛果，道有2人修善缘，3世以上贪嗔因，故吾独自而安住。贪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虽然拥有财产受用，却不知满足，
而且财产越多，吝啬之心也增长。如宋音，何人聚财以吝啬？又欲有业贪，如富翁，无财之时，远厌敌。不管自己拥有多少饮食、财产、受用，都可能会遭到怨敌、盗贼的损害。那些随时随地都在为了积累、守护、增长财值，直到树中正勤为止的人，唯有受苦遭罪而已。因此，圣者龙树菩萨说：“这里到这里。那我们今天的课呢，主要就是要修那个禅定方面的课。那么我们在那个6度当中呢，就是禅定是第5度。然后需要禅定的部分来说的话，禅定主要就是我们在闻思修这3个当中来说的话，就是禅定是真正的这个修持的方面。所以呢，就是禅定的重要呢，禅定的这个怎么说呢，必要性，这些都是前面也是有讲。然后最主要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就先把学习要修持禅定，能够可以怎么样子才是可以在入定能够可以产生禅定的这种效果。这个来说的话，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有怎么说呢，那个安静之处是非常重要的。安静是有2种，然后就是怎么说呢，那个在对外的一个相当就是外在的一个安静感，还有内在的安静，这2者。外在的安静来说的话，就是要自己住处的地方，或者是自己的外在的环境，然后就没有人打扰，也没有就是有时间法来干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是非常重要。所以呢，就是过去的很多的这些修行者高僧大德嘛，都是独处在一个地方修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原因都是在这里。就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就非常舒畅。那如果是在修持的情况下，如果只有一个人修持，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是要找到一个像比如说很多地方，就相当我们现在去朝圣的地方呢，就是有些圣地那些都是要走很久很久才会到的。然后就是山路里面或者是路那些都是不怎么说呢，不方便走的那些地方。那么过去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一个修行人到了那里的时候，就那边没有什么人跟什么其他的那些会干扰他的一些任何的东西，主要就是人。那么这个地方呢，都是自己一个人在修行的时候呢，就是每天都是会增加善的念头，不会有增加恶的念头。然后那这个相当就是相处的方面来说的，跟我们众生彼此之间的相处来说的，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一个麻烦的事情。因为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人的烦恼是非常的严重嘛，然后修行的情况下来说的话也是一样的，相当就是我们在那个一个寺庙来说的话，就是也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呢，就是在寺庙然后第2个是佛学院，第3个是闭关中心。那么这个来说的话，就是作为一个团体修行的一个3种怎么说呢，环境。第一个寺庙里面呢，一开始一个人出家，先进入寺庙学习，那么就是要念诵的仪轨跟学习佛法基本的就是要真正的要在怎么说呢，一个初学者要学习。然后在寺庙里面呢，就是同时也是可以接触很多需要的一些灌顶、口传、口诀等等这些。然后第2个呢，就是佛学院，
因为主要是一个出家人，他的出家了以后呢，他的修行是什么呢？就是以利他为主的。那么在进过佛学院的话，那么就是可以学习佛教的文化，能够可以变成佛教的学者。当然，就是这个也是有前面有进过寺庙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下，然后第二个阶段去了佛学院，那么在学习完整的佛法的这种才是最完整的。那当然呢，就是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环境里面也是一样的，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想法，也不同的事情会发生的。所以在很多佛学院里面来说的，也是有些出家人根本就是没有去寺庙，然后直接就是一出家就直接去进佛学院的那种也是有，学习了一些藏文以后直接学了佛学院的那些。虽然呢就是有在五部大论的学习方面呢，就是各种怎么说呢，经典各种的一些问题全部都是弄得非常清楚，但也是因为前面没有经过寺庙的这个过程，而且同时也是没有经过太多的真正的结束灌顶口传等等的一些的这个过程的情况下，那么如果是今天是一个能够可以讲法讲解五部大论的一位大的这个讲师，他都不会念经的，这种也是会有很多的。所以就是最完整的来说的话，就是第一先经过寺庙，然后再经过佛学院，然后再经过闭关中心，这才是最重要最完整的修持。那当然有些人先也是不经过寺庙，也不经过佛学院，然后直接修持的也有那么但这些来说的话，就是人的年纪是一个问题。如果是有些年轻的出家人一开始没有去经过文师，也没有去经过那些寺庙僧团，然后直接闭关的情况下，那么从这样的情况下人生是说长也是很长，说短也是很短，一切无常。但是人生有的时候说长也是很长，所以就是一开始修持闭关几年以后，好像也没有一直在闭关下去，也好像就没有办法继续闭关的感觉，又出来就好像就是好像就一切都是又要重新开始的那种也是有的。所以这些来说到为什么？因为修持佛法修持的方法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不能急的就是马上就一接触的时候马上要修一个很高的法那等等那种的也是不对的。自尊做人着康着